較早，歡迎收看8月13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鄭雅純。先頭起先來關心中國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傳出過身，才甲98歲。朱鎔基在1998年上任做總理，推動中國的國有企業甲金融改革，佮帶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WTO， 互人講是中國的經濟沙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朱鎔基在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進程所發表的強硬言論，也互人認為是促成台灣頭一屆政黨輪替關鍵。中國中央電視台在8月12日暗時7點聯播的新聞當中，正式宣布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已經過身。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6年8月12日11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朱鎔基1928年10月出世在烏蘭登山，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1987年，互人任命做上海市長，主導上海走向全球金融中心。1991年調去北京。1998年到2003年期間做中國國務院總理，任內也拄到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朱鎔基選前3天在記者會話講甲真無客氣，也互人認為是直接互台灣出現頭一屆的政黨輪替。不管誰上來，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朱鎔基受到鄧小平的信任甲重視，一步一步確立伊負責中國經濟工作的核心地位，做一個中國當代經濟體制上界重要的人之一。1990年代縱觀中國經濟大權期間，伊的風格甲手段攏真硬道，互外界講做是中國的經濟沙皇甲鐵血宰相。毋但推動中國分稅制，大大整頓國營企業進行裁員，佮較帶領中國成功度過亞洲金融風暴等等一屆的考驗，也全力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WTO， 開始20年以出口為主的高經濟成長。另外，朱鎔基也大力打擊貪污，閣捌講出準備100戶棺材，99戶互貪官，1戶留互家己的話。2003年總理任期做滿了後，由溫家寶接手，朱鎔基徹底退休。落任了後，無閣再插政策，也無兼其他的職務，罕咧公開發言。最後2屆公開出現是佇2017年甲2018年。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繼續來關心，中國宣布8月中要甲印尼海軍做伙佇咱台灣東部的外海來進行共同演練。咱的陸委會就強烈譴責中國在塞浪侵犯咱的主權。外交部嘛批評中國政府這款無負責任、單方面的公布消息，是會造成不安甲威脅。因為國防部是講，攏有掌握佇軍事方面是袂直接影響到台灣。國軍航空演習即將結束，中共探視情關區域局勢緊張，單方面宣布8月中要甲印尼海軍艦艇佇台灣東部外海共同來演練，同時操演海上補給隻區域。陸委會強烈譴責中共挑釁行為，侵犯咱國主權。外交部講，咱方隨向各方來了解，促請印尼方面來調查清楚，只能確認佇第一島鏈周邊，只有北京當局才進行安尼無負責任、為區域帶來不安甲威脅的單方面的做法。印尼沒有正式公布，他都沒有公布，因為所以目前為止，這一個來跟紅河艦的接觸是中國片面宣布出來的，而且講的好像他們2個專程在那邊軍演一樣。對，不是光跟中共預劃要做一個這個對禦的操演，他事實上跟日本，後續跟美國。一路上，他都做了這樣的。OK， 我們怎麼樣聯合我們的這個盟友，做出合適的應對？然後，也許是監控也好，也許是這個提出其他的對應措施。這我想第一時間把這些東西交代清楚，把它做好來，這個才能夠安定民心。國防部掌握中印海上操演佇軍事上面未對台灣造成直接的影響。學者分析，中共安尼做反制日本甲菲律賓海峽畫界談判，同時也向國際展現強軍佇台灣東部外海甚至西太平洋有行動的自由，嗆聲美國意味真高。讓外界去證明是說中國有能力在這個海域進行一個演習，甚至是中國在這邊有這樣的權利，可以去邀請其他國家在這個海域進行軍事的行動。國軍繼續對美國軍事顧問加強自我防衛能力，美國國防科技公司Anduril負責生產交付。
OTS 600M 攻擊無人機予台灣，也甲中科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創辦人拉奇接受外國媒體專訪，對外講向南方提供飛彈、抵抗攻擊彈藥、俗稱自殺無人機以及防空系統，合作中共侵犯台灣。We're delivering all kinds of things. We're delivering missiles. We're delivering loitering munitions. A lot of stuff that makes it much harder for China to get across the strait, land on Taiwan, and invade it. Also, air defense systems that are protecting some of thei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ome of their critical installations from attack from the Chinese. 對中共威脅區域穩定，也有台灣的安全，拉起講希望會使參與組織戰爭，指出西方國家愛提懸中共侵犯台灣付出的代價，讓台灣真濟無達到公司目標。記者綜合報道。咱的國軍進行漢光演習第8天，這涼山特勤隊是真罕見來參與公開演習，佮出現佇咧正大後園內底坐烏鷹直升機去支援桃園地區。憲兵指揮部嘛有出動部隊去到關島平原來演練反制敵軍入侵台北市中心。也另外，今仔下晡2點半至3點這個時間，宜蘭、基隆、上北、桃園甲新德地區要來進行城鎮潤成的演習，而且是演練降低行動網絡的速度。豪宅陣陣炮聲，是馬祖民眾熟悉佮安心的聲音。國軍漢光演習離島馬祖頂開實彈操演，模仿共軍軍團集合馬防部官兵用火炮甲機槍來拍退敵人。部隊也用無人機導彈打擊中共攻上海堡的南挺港區。漢光演習第8天，狀況上上進入總侵防衛階段，正說國軍精銳部隊之一，陸軍航特部的涼山特軍隊真罕的公開參與演習。昨日出現佇台北正大學校內底，查標槍飛彈，坐2隻烏鷹直升機真緊離場，支援桃園地區執行空中突襲，嚴正空中一個兵力投射能力。首都防衛部分模仿共軍兩側登陸北投、關島平原，憲指部出動重機甲軍霸駕車進駐戰術位置，投入反擊降任務。愛國者防空飛彈負責大台北地區防空攔截任務，部隊對着慶彈的小虎，半暝佇戰術位置實施再戰警報，運慶彈的車立去定鎖，協助飛彈的裝填，補充彈藥，維持作戰的能力。今年漢光演習，愛國者防空飛彈車機動部署到雙北各個河濱公園，熟悉戰術位置。而愛俄飛彈車被直擊現蹤木柵動物園的周邊，還特別罩上偽裝網，增加戰場存活率。蠻正面的，這個感覺應該是蠻良好的。弟兄有在幫我們做這些前線努力的話，我們會覺得有安心，有比較踏實一點這樣子。對中共侵犯台灣，一定運用大量無人機來進行全面攻擊。空軍家己基地防範和共軍破壞無道運作，影響 F-16飛起降，加強演練無人機攻防。中科院打造遙控無人機防衛系統，採地管理所在，規工來搜查。當發現無人機企圖入侵的時候，就啟動各式的軟殺手段。由於中科院的系統是可以涵蓋商規跟軍規的通訊頻譜，因此可以有效的反制敵無人機，這就是軟殺。空軍經由這擺操演嚴正有競爭策，也有指揮管制、攔查處置的聯防機制，結合兩二殺，反制無人機威脅，守護重要軍事的基礎設施。記者綜合報道。我來關心天氣，今仔日各地氣溫也是真懸，大約有32至35度。氣象署有針對這個縣市來發布高溫的資訊，其中上北、彰化甲台東是柑仔色的燈號，會熱甲超過36度。今仔日繼續受到西南風的影響，佇南部規工攏是不三時啊會落一出雨，有可能閣會落甲真大陣。佇咧中部是日時啊嘛會較高落陣雨，因若北部、東半部地區是一份好天，只是過晝嘛都要注意，可能會落雷公雨。來看，佇咧高雄後硬溪7月中，才出現大量的魚仔死亡。佇11日下晡，又閣有民眾來通報，講看到真濟魚仔病毒死去，而且這味閣真歹片，附近攏無人敢開窗仔門。最近叫是有派人去護魚仔，初步了解，那像是操作水閘門的問題，甲這水位降了傷低，唔才會造成大量的魚仔死亡。味道都出來了，你那邊你通知1999好了。發現後硬溪死魚仔愈來愈多，順手隊趕緊閣回報。高雄後硬溪7月中才清走5000公斤的死魚仔，11日下晡民眾閣發現有魚仔刷刷病毒撲起來，而且數量愈來愈多，臭味嘛愈來愈重。因為我都是沿着這個河岸跑，就覺得有味道，但是今天的味道好像更嚴重，就我連在家裡關氣密窗
都覺得那味道非常臭。因為早上還有一陣雨嘛，所以量不多。中午的時候他們又通知，剛又傳照片了，所以我說我再出來看一次，跟早上就不一樣了。有比較多，而且味道真的非常濃郁。民眾講，雖望這回死魚的量無頂介濟，不過連續2個月攏發生這款代志，已經影響到因的生活品質，希望趕緊找出原因。若水利處11下晡嘛，隨派人去互魚了解狀況。環保局嘛去抽驗水質，同時對附近的工廠店家進行專案稽查，發現水質正常，不只個游泳量有較低，敢若是因為水利署咧進行水閘門倒壩的操作，後眼溪水櫃向降低，魚才會死幾片。研判新中治水閘門倒壩導致水位過低，魚隻無法游動，缺氧死亡。另針對後勁溪沿岸餐飲業111家執行專案稽查，今日發現5家餐飲業排放含硫磺濁污水不合格。環保局已經對5間違規店家開罰單，限期改善。水利局嘛佇水尾救索來查死魚，派人去河溪內底規地要再去處理，避免天氣一熱，臭味會愈來愈重。不只個民眾毋望市府會當加強監控，袂使見擺攏等甲魚死規堆，才要來清來查。記者柯家如柯昭陽高陽昌報道。南投縣府要佇咧民間鄉起焚化爐，這在地是一直咧抗爭，因過即馬就已經先有機構去咧試污水井啊。民間鄉公所甲自救會就認為講，這南投縣府攏無先通知，無遵照當初時的協議，要求因就愛停工。也毋過，這環保局長是強調講，進前佇咧會議就已經有公開這個資訊，無另外擱再通知。經過協調了後，目前是已經先停工。來，我們也要監工啊！哪裡挖當初嗎？我知道了，就是說時間上面你要告訴我你們哪時候要來挖嘛。拜三南投縣民間鄉長當咧質問環保局是安怎封路阻擋人入去焚化爐的預定地，民間鄉長要求施工單位唔通違法，應該隨停工。民間焚化爐因為進前範圍界定會期，就協商講，縣府也是施工單位也要取樣，施工前14日愛發文通知民間鄉公所，各項自救會嘛愛允准專家也是代表專程在場，毋過兩個單位煞攏無收到相關的公文。鑽探的時候，好，他就必須要發文，前14天必須要發文通知我們。來到這就講開會攏無准成，安尼是要開什麼會？為頭到尾都是這種態度欺負民間人，為頭到尾嘛不愛互民間人來參與。民間鄉公所項自救會講，南投縣府和大型的機構入來預定地鑽探挖坑，煞攏無先通知，已經破壞掉當初的協議。咱南投縣環保局是表示，即馬落井是為着要確定預定地地下敢有地下水，總有敢適合施工，後續也要起焚化爐，嘛有水質監測的用途。環保局嘛回應講，即屆取樣的範圍，一進前會期中有明確的表示，所以就無閣通知。這就會質疑這個沒有在事前通知的部分。那我想我們在範圍界定會議的時候，都已經確認明確的開挖的鑽探的地點了哈，所以我們認為無需再通知自救會來現場來做確認哦，所以我們已經確認過了相關的地點，我們就直接會開始進行鑽探的工作。好，那預計鑽探完之後就會執行後續相關包括生態、還有水質、還有地下水的調查。為着要起焚化爐，縣府和自救會雙方已經發生足多屆衝突，即馬閣因為落井引起風波，目前環保局已經先下令停工，補發通知，讓落井會當繼續來進行。記者楊秀南投報道。今仔日報紙寫啥物？咱先來看聯合報。Uber Eats 外送這段時間動態金額計算方式得出爭議。Uber Eats 公司表示講，會在8月17完成系統的調整，未來消費者一張訂單服務費平均會加4塊至6塊。再來看自由時報，隨着中電問題又牽連的大唐沙拉油，進前伊封城落價2800多棟，但是接到高雄市府的公文，通知經過審查符合規定，會當擱再重新上市。特別是中國時報，今仔下晡北部7個縣市要進行城鎮韌性的演習，降低網絡速度。桃園機場嘛會配合疏散甲交通的管制，呼籲旅客就要提早到場，買當先把這電子機票印出來。好，繼續來關心這立法院針對今年度中央總預算案調野協商也是無進度。立法院長韓國瑜是批評國民黨團總召布坤基攏無出現。那行政院這邊是希望立法院會當趕緊來通過審查，因為刷落來也閣有明年度的總預算案來審。那你副總召人不來，你簽字無效，
那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策。你現在通知副總召，他有3個選擇：一，本人來，這沒話講；二，不來，授權給書記長；三，辭掉總召嘛。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調解第3輪協商，演講會開始，國民黨團總調卜坤基人無來，也無授權予黨團書記長林派祥。立法院長韓國瑜正罕見的受其大聲罵，予伊賣卜坤基11案佇 FB 發清理長文講，韓院長辛苦了，方法可能無同，甲實業無同，驗過目標同款，收掉國會尊嚴。我想這件事很簡單，家和萬事興，無聲勝有聲。韓院長，您真的辛苦了，國民黨要團結。參加協商的黨團書記長林派祥講，雙方攏有較着急的所在，大家莫過度解說。民眾黨團總調陳慶良講，協商的過程定定看到行政部門用情緒勒索的方式處理每一條預算，尊重不總調的做法。副總召或許由他個人的一個為黨團來爭取的一個做法，我們尊重。兩邊都是有自己的，怎麼講急迫的點吧。我們很清楚知道這個會期沒有剩下幾天，那有很多案子需要過，那這些每一個案子都跟所有全中華民國國民息息相關。那身為立院的大家長，院長當然會急。行政院感謝韓國瑜院長主持調解協商，希望調解做伙努力，趕緊完成202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賣予今年度總預算、明年度總預算加今年度追加預算互相影響。而為了國家整體的發展，為了照顧國民的需求，還有為了推動地方建設，行政院不樂見這3本預算呢形成共辦效應。民進黨團尊重韓國瑜院長的職權。強調，這馬上重要的是總預算當時一檔審查線，對卜坤基無來講是為了冷靜抗議。范雲認為，這種講法是唔受說服力，和有智慧的選民來決定。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政治的消息，昨天藍綠兩黨攏舉行行動中常會，而且攏刷去到南台灣來舉辦，袂輸是先替這年底選舉來做勢。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就講，民黨的選民愛護國民黨來執政，安尼高鐵才有機會會當延長來到屏東。因為民進黨主席賴清德是去到高雄，也提醒大家選舉期間就要注意中國的介入，特別是這假消息、假民意調查，而且也該注意可能有假影音的出現。新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到高雄，甲現任市長甲市長參選人到底化為加油。昨日民進黨行動中常會到南台灣，除了要求高雄選舉氣勢對着最近一直傳出國民黨對手關係穩的民調底真晚，賴主席除了愛穩定軍心，更加呼籲愛防範中共介入選舉。說賴瑞隆難稱大局，民進黨尚未整合成功，這是假消息。認為賴瑞隆只贏對手不到1%，這是假民調。未來恐怕還會有假影音。我的競選對手柯志恩，一方面聲稱關心高雄，另一方面卻配合國民黨削弱高雄的軍工產業，就是削弱台灣保衛自己的能力。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也陪同國民黨屏東縣長參選人到陣入場。同一天，國民黨相關在南台灣舉行行動中常會，要拼2026甲屏東對綠地變藍天。也話講，只有國民黨執政，屏東才有高鐵。加箭頭指向民進黨。因為民進黨太好了，規個國家的錢，伊攏使咧烏白歹烏白咧，無用腦部袂曉算，用這手法挑戰騷擾鄰居。各位看到整個光電、整個蹂躪我們的山海漁塭，台灣需要改變，屏東更需要改變，好不好？鄭麗文講，愛用好的政策，互屏東毋只是農業大縣。也佇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民進黨參選人新平楊氏執期蔣市府推動的都市更新成果是強勢路徑，更加講台北主體老化指數達到134%，是高雄2倍。延壽啊、危老啊、都更啊等等之類的，其實台北很多的建築物對我來講已經是急診的程度了。你現在的需求當然就是那麼多啊，所以你當然要排隊掛號的，你在核定的等等的，一定就會比較多嘛。但是都更要走完啊。我們對於過渡期間老屋電梯加碼辦，我們具體的成果也是過去這3年的加總是其他5都加總的3.2倍。
還有更多指標性的案件，包括斯文里2期，包括南機場的單元3、單元4。除了強調，迄案件數是上任前8年平均的2.3倍，就嘛也詳細算到機票途經案的進度來反擊，講市府都市更新推動了具體成果。審評員認為，強勢途經若要解決，需要有先設定的處理機制，重新調整，才有法度予都市更新加速進行。記者綜合報道。印尼一隻渡船對馬里島出發，要去龍目島，在半中途煞是熊熊墮火，好在在船頂131個人攏總平安，互人救上岸。也毋過，佇個非洲的辛巴威在卡里巴奧，有一隻超載渡船並船，已經傳出有15個人不幸死亡，而且抑閣有真濟人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員接到通知，即時出動，就看到船隻墮火請互因。這隻渡船透早印尼巴厘島巴東拜港，駛向龍目島的半途，熊熊墮火。救援單位即時派船甲直升機來救援。Dan kami menerima laporan tersebut bahwa kapal mengalami kebakaran di sekitar perairan Selat Lombok. Dengan laporan tersebut kami melaksanakan aksi yaitu pada 6.30 kami menggerakkan 1 buah. 風頭應夠強。請救生的遊客佇救生艇頂頭劃劃潰潰，真危險。較早一個一個攏有爬上救援船，最後渡船頂114個人客甲17個船員攏順利脫困上岸。根據當地媒體報道，可能是渡船頂頭一隻拖拉機墮火。佇龍目島的印尼海軍部隊發言人表示講，渡船迄陣失去動力，墮火的原因還在調查。另外，非洲辛巴威的卡里巴奧發生渡船並船的意外。這隻渡船是聯絡北部城市卡里巴，甲幾啊座島嶼甲釣魚營地之間的交通船，會當坐90個人。不過，根據賣票記錄，事故迄天有114個大人上船，加上可能有免票的囡仔，超載真嚴重。現場的人講，渡船出發的時陣天氣無好，可能是風影傷大，特殊原因失火來並船。救援單位除了派直升機甲船去救援，嘛動員唱水人員去救人。目前已經知有15個人死亡，70幾個人得救。不過，依然有27個人失蹤。卡里巴奧是全世界脫水量上大的人工湖，因為範圍傷闊，所以增加救援的困難度。公視新聞詹慧敏編譯。歐洲人27冬，閣再出現天狗假日。佇咧西班牙是人超過100冬，再閣看到這款的天文景象，吸引到大約600萬的遊客來咧參觀。也因為當地即馬是當着熱流，相關單位有發布高溫的警示，提醒遊客得要預防熱傷害，嘛得要注意火燒山。在沙坡的民眾掛下離光的目鏡，當日頭予月亮完全炸掉，攏無光線的時，現場出現熱烈的撲克聲。歐洲西部人27冬，閣再出現頭一屆的天狗假日，大家攏真興，真濟人專工飛去西班牙，因為這是當地100年才有一屆的天文奇觀，前一道是頂世紀1905年。It's my second. The first eclipse I saw when I was a child.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a partial eclipse, so I think I got excited and I wanted to see another one. And this one is a near total eclipse, so it's a little different. So yeah, it was exciting for me to see it. 冰島的首都雷克雅維克也是人72冬，閣再看到天狗假日。雖然下晡雲真高，甲日頭光炸掉咧，也毋過佇當地時間要暗暝5:44分左右，天頂熊熊變暗，有2分13秒遮爾久，互現場的民眾真驚喜。直直講時間袂輸已經停落來。I saw that it came quickly came a darkness over the place. It was a sort of surreal, and it was strange. It's like from another planet or something.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it was very surprising, even though we didn't see the sun or anything. 這場天文盛事引起觀光潮，西班牙當局估計有要600萬人來到北部甲莊下地區，也毋過因為熱人的效應，當地消防部門高度戒備，趕緊發布高溫預警，呼籲民眾愛離開火燒山高風險區域。若是西班牙甲冰島，包括法國巴黎、英國倫敦，也有德國甲意大利等地，雖然敢若會當看到偏一邊的天狗假日，也是聲大陣民眾走去外口看，為難得的時刻留落珍貴的記錄。公視新聞鄭偉林、鄭建功編譯。澳洲政府講要佇咧2029年完成120萬戶的新厝，不過目前這進度慢27%。這建商閣面臨着欠工、材料甲用資成本大起，恐驚是真歹達成目標。
因為另外一方面，在澳洲的人口普查頭一屆來增加性向、性別認同等等的選項，讓16歲以上的民眾會當自願來填寫。澳洲大房主體建設拄到嚴重的挑戰。澳洲政府為了要消除全國大房的危機，講要佇咧2029年完成120萬戶新厝，即馬完工的速度比預期落後27%。產業估計竟然有15%的目標無法度照期限達成。在布里斯本建商甚至因為你是找無工人，暗時家己走去工地灌漿。就知影澳洲建築物的產能已經瓦滾緊繃，除了欠工，建商抑個拄到材料、燃油甲利率一直起，抑個融資困難。雪梨就竟然因為資金周轉袂順停工，而且市場一直搬，大家攏佇咧觀望，互建商對轉售無信心。路透社報道，自2020年到呾摕到核准的公務工程有7成無動工，到6月底有3472間建築公司因為債務危機，第一遍指派總經理接手管理。專家講，雖然主體完工數自2005年16萬5千戶增加到20萬戶，不過成長的速度也是無法度實現政府的目標。Recently,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my sand and cement supplier that gives us a lot of the raw material for build, and his price was gone up by 8%. That was about 6 months ago, and then 3 months ago, I got another increase of another 8%. 除了大房主體強勁，10月開始的人口普查也對另外一個方向記錄澳洲社會變化。5年一遍的普查，第一遍予16歲以上的民眾，家己經性向加性別認同，包括異性、共性、雙性，一個非二元性別的選項。這兩個問題是自願回答。澳洲政府佇咧進前，不認有可能造成社會分裂為理由暫緩，要 LGBTQ+ 團體加一寡工黨議員反彈，一概囥入去。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ese questions are included in our census and will give us our first ever comprehensive snapshot of Australia's LGBTQ+ population, where they're living, who they are, what sort of services that they might need across the country. 澳洲統計局講，到普查日迄天早起已經收到超過500萬份，估計上尾會完成要加1100萬份。專家講，英國、紐西蘭抑個加拿大攏已經有同款的調查。不過，澳洲對這兩項調查的起步加更新的速度較慢，造成資料的透明度小可較落後。對大房供應到人口結構，澳洲正拄到快速變化的社會需求。政府要怎樣建設一個資料回應民眾的需求，是一個新的考驗。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輯。國際有啥物要緊帶？咱做伙來看世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證實講，已經向美國來提交將戰計劃。不過，也警告講，羅西亞總統普丁會在後個月國會大選了後，擱再徵調數十萬人上戰場。有一隻羅西亞烏影艦隊的油船6月初發生爆炸了後，就跨打佇咧阿曼的外海漏油到呾，已經污染海洋將近400平方公里寬。聯合國教育科學甲文化組織表示講，自從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權以來，北段阿富汗大約240萬的查某囡仔接受中等教育的權利，呼籲塔利班就要停止這款的歧視。咱擱再來關心中國的海客是擱再發起網絡的攻擊，這個是利用 AI 的工具來入侵台灣政府的網站。根據英國的媒體指出，講這 AI 是會當派代理工具去找安全的人旁攻擊目標。咱的司法部嘛表示講，若是牽涉到政府機關等等的風險問題，攏有照規定來通報甲應變。今年6月初，運動部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忽然發現雲林縣國民運動中心網頁有不雅的連結。雖然運動部是趕緊下架，不過台灣相關部門受網絡攻擊的代誌也是常常有。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所引述的內容講，敢若是有中國的駭客用公開的 AI 工具做協同作業的自主攻擊系統，入侵台灣政府的網站，擾亂民心，然後來去影響我們的輿論。比如說今天他如果駭客成功的話，他有可能他可以透過我們的一個政務網頁，然後發布一些錯誤的一個訊息。金融時報講 ，AI 工具佇咧7月初探查21個政府系統，入侵至少85個政府使用者的口座，摕到超過2500筆人事資料，甚至擴大攻擊到台灣的核安會一個能源公司。研究人員發現，攻擊者內部通信成簡體中文，不過偷摕資料卻是繁體中
中文，可能甲中國有關係。數碼部講，國安局嘅報告內面講，去年中共對咱國關鍵基礎設施嘅簽了數，平均一天有263萬次。隨建立常態化監控加情資分享機制，只要涉及政府機關或者是關鍵基礎設施的風險情資，攏要同步應變停止處理。因為人還是要休息，但是透過 AI 的方式，它可以持續性的去找出一些弱點，在第一時間，如果發現有一些這種所謂臨時的漏洞的話，它事實上可以透過臨時漏洞來做一些直接的攻擊。我覺得這個是過去這種人工的方式來看的話，比較起來，它速度上面跟持續性的進攻上面會是更強。以前傳統的駭客是用下指令碼的方式攻擊，不過 AI 無收回的指令碼是依照現姿勢的情形，快速做應對加自動化攻擊。AI 會當摕來攻擊，也當摕來防禦，但是要注意用 AI 做防護，佇咧技術層面的思考權，是不是能完全管控？若是無法度完全控制，是不是有可能變做危險的後門，也要注意。記者綜合報道。華航有一隻對桃園要飛去荷蘭的班機，佇咧跑道準備要起飛的時陣，說是傳出機頂有一位外籍旅客甲坐佇咧隔壁的查某旅客性騷擾。這機長考慮到安全，就安尼翻頭通報航警來到現場，甲這位惹代誌的外籍旅客帶走了後，這班機延後2點鐘才個出發。機艙內底旅客直直探頭在看，原來是有一個外籍旅客哪像酒醉，佮性騷擾查某遊客。和機長拒絕服務，通報航警，把這個旅客帶落飛機辦理退關。經查外國籍男性旅客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原定於23時10分起飛。飛機於滑行途中，機長因為該旅客酒醉情緒不穩，且有騷擾女乘客情事，決定拒載該旅客。事件發生在11暗，中華航空 CI73 航飛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班機，發生酒醉的旅客哪像性騷擾查某旅客事件。機長考慮到安全，在班機出走的半途，決定返去航站。班機延前將近2點鐘了，擱再起飛。若準在半空中有旅客惹事，就會考慮依法使用約束帶，甲惹事的旅客強制固定。當發了第2次警告信的時候還不行哦，那客艙經理可能就會請我們回報公司。那如果可以哦，那我們就可能把乘客約束住之後，我們會繼續往目的地走。這幾年機艙鬧事直直發生，今年4月台灣華航嘛發生有旅客佇機頂扇空服員的喙皮，了後隨後航警帶走。其實各航空公司攏運送相關的限制，華航就有規定講，為了飛行安全，旅客佇上機也是佇航空器頂頭啉酒醉，影響到別人的安全，也是有犯罪行為，會當拒絕旅客上機，也是再送。空服員工會呼籲講，應該把惹事的旅客列作黑名單，機頂嘛要加強性騷擾的宣導。針對那個防治性騷擾這部分，不管是旅客之間或旅客對空服員和其他員工之間，我們也希望可以加強這個宣導的部分。華航針對此事發聲明講，事後有照標準作業程序，即時通報航警處理，並且由航警陪同惹事的旅客落飛機，強調對惹事甲無理性行為堅持無吞論。記者綜合報道。政府推動居住正義，不過就有民團的質疑講，這社會主體的政策扣票。內政部長劉世豐強調，要完成13萬戶的目標是無改變，第一階段會當完成的就是這3萬戶。另外，包租代管的公司調機是逼出財務的問題，外界嘛咧質疑業務攏集中佇咧單一的業者。劉世豐就承認講，這是有檢討的空間，會閣來研究評報的制度。物管這家公司。他找我們成為這個社會住宅的房東，那後來跟我們講，他們要發行公司債。講家己就是相信調機主管是政府認證的廠商，則提錢投資委因的公司債。調機案定情的民眾，即個錢用摕去投資減保這不動產，失去錢領袂到，變做詐騙的受害者。還有檢調愛追查資金的起用。合理的懷疑，我們這些投資人的百億資金，是不是被趙基移到柬埔寨去了？那難道我們政府幫趙基這些公司當詐騙集團嗎？調機是國內包租代管的頭殼，即馬陷入債務危機，所屬的假生仔租厝宣布停止服務，甲6600戶轉去別公司。留意驚調機的15000戶受影響，要求內政部提出檢討機制。到現在為止，大概已經有400案已經開始處理中。那預計應該在1個月之內可以把
寄居蟹的這6600案把它處理完畢。這個旅行業者有品保協會有什麼，才不會造成消費者的損失？那我們可不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租賃服務業，我們以前在訂定的時候呢，並沒有把這個所謂的防弊的措施把它提供出來，仿效像旅行業者這個品保機制啊，共同來承擔。但以業者上集中，老師講確實要檢討。強調目前包租貸款也維持正常，含地方政府公會開會了，厝主甲厝卡攏無異狀。不過同款關係徛加正義，民間團體積極行政院新辦的計劃，賴政府13萬戶社會主體減7成，剩3萬戶。老師講不是事實。我們所謂的13戶的目標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改變。那所謂的3萬戶，這是我們在尋求地方政府一起來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階段的3萬戶已經沒有問題。老師講，賴總統的13萬戶社會主體直接起做，會改做多元起做。3萬戶這個數字是目前第一階段清點出來會當做的。佫10萬戶會繼續和地方政府溝通，找到佫較濟土地了，會陸續完成13萬戶的目標。嘛呼籲立法院支持關係分育體的兩種條例三法，才會當刺激佫較濟民間業者配合。記者綜合報道。在地消息來看，昨暗頭啊，佇咧台南安平舊街啊，有一台車，那就是操作了無好勢，先弄到共向奧多拜，再個弄入去路邊的店家。這台奧多拜甲騎車的人攏卡佇咧車骹袂定袂動。機車受困車底，機車駕駛人當時意識清楚，但身體有多處擦挫傷。駕駛人初步酒精檢測均無飲酒情形及毒駕反應。詳細肇事責任尚待警方釐清中。大學生剛考到駕照，然後可能太緊張，轉彎的時候不慎就是撞路了。那看到大學生也是在那邊哭，很緊張，看起來是不是故意的啦？這個汽車的駕駛是一位拄啊考到駕照的18歲查某囡仔，要正彎的時陣，那像是緊張操作了無好勢，全咧弄到邊仔奧多拜。這騎車的民眾身軀頂是有真濟隻切著傷，加載是無生命危險。詳細事故原因、責任甲損壞賠償，也閣等待警方來釐清。繼續來關心高雄，閣再傳出有教師是行地路的案件。市政府嘛表示講，有派這督學去學校來了解，會閣繼續來追蹤。校方嘛已經甲死者家屬來聯絡，提供協助。休熱平日，校園內人無濟。這個月31日是新學年第一學期開學，所有各校的老師佇開學之前想袂開。人事端都已經積極給予一些協助。他是我們學校新調任進來的老師，那原本預計是8月1號開始到任。一名佇高雄茂密國小食頭路的姓林的教師，在伊傳出佇因兜內底想袂開，學校真着驚，因為這名老師佇7月中拄調任到校，伊定時佇開學之前已經向學校請半當假，學校嘛核准，結果所發生違憲。姓林的老師是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會員，根據了解，老師捌向工會投訴，佇頂一間學校執行政績，拄着要請假時，和校方的立場無共等等的情況，由工會介入協調處理，後續申請調校。他去跟校長說，他要請長一到學習末，校長准假，但是他要求林老師在家執行學校的行政工作，不然林老師就要找到自己代理職務的同仁幫忙，否則不准假。市府證實，老師在校期間捌因為課務相關的問題，甲校方溝通，過程閣算平順，無協調開校事會議的狀況。經了解，這名教師從今年6月起，因個人因素陸續的就醫並請假至今。期間相關的課務也都由學校協助安排。至於在校期間曾經因課務問題，由學校協助邀集親師生進行溝通。這樁危險代是今年5月高雄茂密國小的教師不幸佇校園內跋落樓過往了後，第二件不幸事件。工會呼籲市府徹查，市府回應詳細原因，閣需要調查，會尊重，嘛希望外界莫胡白亂藥，互家屬甲師生得到應該有的空間甲支持。記者綜合報道。頂禮拜，台中有一位高中生攻擊老師，害這老師的目睭受傷真嚴重。全高中就指出講，佇特殊教育法內底規定講，要依照學生的需求來提供支持。毋過實際人力、經費甲執行的機制攏總有問題，所以是呼籲教育部應該全面來檢討。
頂禮拜三，台中一間國中發生學生攻擊老師的案件，造成這個老師可能會失明。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指出，因為家長煩惱囡仔互人歧視，所以無帶囡仔去予醫生看，也無予醫療專家鑑定，加做學校安全的空棒。所謂的家長拒絕，指的是拒絕就醫、拒絕鑑定，甚至還拒絕認為說有問題。那這個東西造成的就是說學校行政系統卡在那邊，特教資源的協助沒有辦法進來，因為它不是沒有被鑑定通過，對學生本身也是不好，對他在帶的班級其他同學也不好。全教總開記者會表示，一般的學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課，融合教育的目標是要讓因佇校園生活做伙學習，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但是在教育現場，因為制度、經費甲人力不足，予老師愛家己一個人面對學生情緒失去控制的風險。普通的囡仔、特殊的囡仔甲老師，大家應該愛是一個較 OK 的環境來合作。囡仔合作咪敢學，老師的責任哦，咱的教育局、教育處還是家長，攏需要共同來思考要安怎合作。全教總也呼籲教育部，袂當把這個事件當作是單一的個案，應該愛全面來檢討，增加教師甲教師助理員補助人力，也愛建立全國統一評估學生行為風險的標準，甲發生代誌了後危機應變的計劃，呼籲保障特教生的受教權以外，也愛保障老師的人身安全。記者顧玉琪、林旭凱台北報道。環境部推動扣碳費，全國有461廠，在5月已經完成納碳費，總總有49億7千萬。立法院維權委員會嘛有舉行基金運用制度的公聽會，因為環保團體是認為講，這碳費應該繼續調懸，才會當促進對減碳的投資。要讓排碳有績效、減碳有效果，環境部扣碳費先針對排放大戶，佔全國排放量一半461間工廠，5月攏有照實納錢，總共收到49.7億。早起立法院舉行公聽會，討論安怎運用這個基金，未少參與會議的人攏承認起國內匯率傷過低。我們的 GDP 傲視全球，可是我們對於碳排放的定價卻是9牛1毛，不成比例。前環保署長魏國干嘛指出，台灣收的碳費是全球平均的一半，後面是咱的8倍。伊認為匯率應該擱提懸，因為暖化加上超級反性影響，這2-3冬極端天氣會擱較嚴重，全球恐驚會早早的進入災難排放會點。溫度超過1.5度 C 的時候啊，可能我們就進入了一個災難的不回歸點。在2024年，伯克萊的大學的統計的資料，我們已經超過1.5度 C 了。碳費基金要安怎投入減碳？權團認為會當參考後邊的做法。後邊排放交易體系 ETS 2024的收入達到歐元388億，其中71億用於低碳創新技術開發甲商業化。像這隻用風力來達成低碳的陣，就是創新計劃的成果。建議環境部錢莫黑白摕來亂壓。沒有設條件的直接去對繳碳費的這些企業做補助，這是最不適合的。依固定的比例來補助地方政府，這可能也不是一個那麼好的做法。再來就是去補助其他部會一些沒有明確減碳或調適效益的項目，這也不是那麼適合。權團進一步建議，碳費應該為現行的達動300塊，提懸到800至1200塊。針對各界呼籲提懸，環境部表示會綜合考慮企業自主減量的效果。無共匯率對總體經濟物價水準的衝擊，審慎評估第2階段的匯率。記者綜合報道。台大病院甲產業界合作，去年底開始引進一套電腦斷層智慧注射系統，會當自動化依照患者的身高、體重來調整藥量，那會當減少護理師的工課，提升病人的安全，也會當減少醫療費起伏。就是這新的一代電腦斷層顯影劑注射系統，會當依照病人的體型、檢查需求，還有臨床的條件，規劃個人的注射策略，會當提升顯影劑使用效率，減少藥物的使用甲套劑，相關還會當省達13%的護理工作時間。那這些時間我們就可以省下來，在衛教病人或者是指導病人上，那個接下來的顯影劑注射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好好的 care 病人這樣子。因應超高齡化社會，還有精準醫療的趨勢，醫療影像檢查需要繼續增加。台大病院和產業界合作，去年底建構一個新一代電腦斷層智慧分藥仔照護模式。
證實會當簡化顯影劑抽藥啊、準備藥啊，還有記錄流程，減少重複性的行政作業，還有人工的登錄，讓護理人員會當甲更加儕心力確認病人的身份、過敏的評估，還有注射安全監測等等。病院嘛表示，若是門診的檢查，住院的病房嘛已經用智慧醫療，就是為着要讓護理人員的負擔降低，落實3班護病比的規範。病房裡面開始有機器人，我們有衛教型的機器人，那會進行協助。好，那所以這目的都是在減少這個我們在病房護理師的一些工作的負荷。病院就指出，目前病院內底有9台設備，逐工上無會當減買10公斤的感染性醫療廢棄物，估計逐個月會當減少大概300公斤。這套系統嘛結合智慧型分藥的設定，病院內底資訊系統還有數據分析等等，未來嘛會為電腦斷層智慧分藥亞太示範中心佇咧拍拼，造福更加儕病人。記者綜合報道。台語文康榜來看阮劇團以無語做主題推出行動劇，或者來自世紀時代的人險險死2擺，甲無語比喻做有生命的人，語言的生死也就是人的生死。頭一間死亡是因為政府禁止人民講出嘴，第二間死亡是因為無人傳承予後一代。就大家做伙來思考無語傳承的議題。人有2擺的死亡，第一擺是肉體的死亡，第二擺是伊的名上尾一擺，互人講起的時陣啊！甲無語比作是有生命的人，甲語言的死亡也比作是人的生死。這是阮劇團、伊劇團、永靖傳統民俗特技團3個團隊做伙創作的行動劇，來自世紀時代的人險險死2擺，結合台灣傳統的牽亡、人老這類喪事的儀式，甲當代美戲的表演，來探討無語險險死去的處境。咱過去包含咱日本時代，包括咱國民政府來台，其實這個過程當中，無語伊其實攏受到伊個壓迫。阮劇團表示，台灣的無語捌差一點死2屆，頭一屆是因為政府禁止人民講出嘴。第二屆是因為無人擱傳予後一代。咱台灣的母語可能嘛是需要一個教導，就是講語言敢有可能死去，伊死去會拄着啥物款的情形，伊死去啥物原因，安尼來做發展安尼。舊曆7月是傳統的鬼月，台灣島外文化協會也拍算佇即個拜六，舊曆7月初3，佇青島東路逢甲普渡，結合45個公民團體、獨立冊店、藝文表演團體辦文化中元節。阮劇團也會用無語做主題，透過戲劇將大家來思考無語傳承的議題。記者顧玉琪、林曉凱台北報道。為着要讓視障者嘛會當用聽的來享受電影的趣味，國家影視廳中心有推出口述影像的製作計劃，而且有經1962年所翕的台語片《良尚好》來製作全球頭一支台語的口述影像，就這個視障朋友會當做伙來欣賞。外口的後景區，大人甲囡仔坐甲甜甜。阿舅摕白粒去後景區畫河馬。介紹講話以前用口白來講解畫面，唔但服務視障者，嘛互大眾會當感受到愈濟細節。這出台語片《良尚好》是李行導演佇1962年翕的，國家影視廳中心用來推出第一支台語的口述影像電影，十二招濟視障者來欣賞電影。自由人協會表示，視障原來有分無共程度的障礙，但會當用聽的來了解畫面，嘛會當甲厝內人同齊享受電影的趣味。啊那現場咧演奏，是毋是有一個人咧佇遐咧吹喇叭？拄啊，迄個咧吹喇叭，迄個查囡仔叫弄着，所以其實尾仔有迄個口述影像了，阮就知影講，毋是安尼，迄完全是兩回事吼。主要是互咱會當較精準去了解到底即個影片的演啥。國家影視廳中心表示，這是文化部補助的計劃，有請專業團隊甲台語團體來鬥3工。專家表示，口述影像就是愛用對話之間短短的段落來補充表情、動作甲穿插等等。若無對視障者來講，會造成故事理解甲資訊的斷層。台語團體嘛分享講，在翻譯甲配音攏愛思考語詞的用法甲深度，嘛愛考慮敢有下使用者的需求是真大的挑戰。記憶的一些場景啊、服裝啊、打扮，那我們也要在口述影像裡面適度的把這樣的訊息呢，置入在口述影像的服務裡面，所以讓這部電影的時代感能夠反映出來。賣講有真濟同款的物件，咱攏用相共的語詞，所以這過程中一方面是因為考慮到完全靠聽，吼，
要安怎台語的這個深度還是幼路的部分去下因的需要來呈現。國家影視廳中心表示，這項台灣經典電影口述影像製作的計劃，打算的是長期的會閣推出其他電影。那自由人協會嘛，呼籲政府應當當年愛有穩定的經費來支持影音的無障礙服務，落實文化邊權。記者盧尚如、曾俊佑新北報道。今年在瑞典舉辦的國際世界合唱大賽，咱台灣有6個合唱團去參加。第一階段的公開組的項目，就摕到6塊金牌加1塊銀牌。目前咱台灣的代表，也就是高雄的尼泊阮寶來國中合唱團，是繼續在瑞典拼第2階段的冠軍賽。宣布金獎迄個時陣，是來自台灣高雄的尼泊阮寶來國中合唱團，伊佇國際隊伍內底摕到冠軍，現場充滿台灣的加油聲音。世界合唱大賽講是合唱音樂界奧林匹克，每2年舉行一擺，也是全球規模上大的國際合唱比賽。今年第14屆佇瑞典的赫爾辛堡內舉行，總共來自世界45國350多隊，超過8500人參加比賽。我們比賽的場地，它給予我們的環境，我們來幫他們做及時的調整。那這樣子就可以讓他們的聲音在不同的場館裡面能夠得到最好的發揮。經費不足的困境之下，尼泊阮甲寶來國中合唱團依然是無管較濟先出國比賽，即個講，較早也是寶來國中合唱團團員，高中畢業以後加入尼泊阮合唱團，結果因領學弟學妹一步一步，互世界聽到台灣甲原住民的歌曲。雖然說代表自己的國家出賽，但是卻沒有辦法，很好的拿出一面屬於我們自己的國旗，這當然是會覺得說會很失落。相關也得到金獎的中華大春歌手，卻無以國語、台語、客語，也有英語4種語言，因唱出4首歌，希望中華的大聲囡仔早着求實普陀的夢想，飛佇國際舞台上。我們終於把台灣在地大春的聲音唱到了瑞典，非常感謝大家，這一路以來非常的不容易。大春歌手合唱團因為是頭一擺參賽，今年參加第1階段的公開賽，摕到金獎的老師甲學生因有加13下晡就使轉來國內。因來依然留佇瑞典的尼泊阮寶來國中合唱團，也是台灣唯一爭奪第2階段冠軍賽隊伍。伊希望受到全面的一開，用佇所內現代音樂甲混聲合唱2個項目內底，擱再得到冠軍。記者綜合報道。這個新聞的最後，咱擱再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氣象。北部地區27度至36度。中部地區25度至35度，南部地區26度至34度，東部地區26度至34度，外島地區是28度至33度。繼續來關心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您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鄭雅純，祝您平安順心，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